现代战争亲像陆俄战争拢会使用真侪无人机来进行攻击，这嘛是趋势。咱国国防部长顾立雄今仔早起伫立法院，嘛将对未来无人机的实战运用来做解说。 行政院毋若催生无人载具国家队，搁要投入442亿。无人机即阵大量应用伫陆俄战争，搁充分发挥无对称作战优势。国军嘛积极伫发展。国防部长顾立雄到立法院执行专案报告，讲未来无人机的实战运用会分做联战、战术甲战斗3大战级，配合相应无人机来运用。定义国防科技产业政策指导，结合民间力量，借由多元管道持续 筹获各式无人载具，以加速形成战力。建立各军种的无人机专责部队，并依照作战任务划分联战、战术及战斗等3个层级的兵火力运用。国防部指出，未来会增加影像识别、抗干扰、多种导控等软硬体的关键技术发展，建立国内自主研发甲产制量能。立委嘛关心，大量国外无人机恐惊面临效能一直换新的问题。 无人机它就跟手机一样，它是科技产品，它不断的翻新。就是说要迭代创新，迭代创新的意思就是说，在一个共规的情况之下，我们会用软体来驱动，让它做迭代的创新。军方表示，要用96亿特别预算，各为635套会当载物件无人机反制系统，分别配置伫陆海空加自动电军。有立委质疑无顾虑到各军种无同需求，无法度有效提升防御力。 26套啊，外离岛这么小，你通通都放在外离岛，那你就够啦。那接下来还需要96亿吗？可稀释的这当然就更进一步了。我们希望能够达到我们对指挥所啊等等，还有部队的这些反制无人机，避免被他们攻击的这个目的。进前，《纽约时报》专栏作家弗里曼警告，相信美国一定会听台湾的时代已经无去啊。顾立雄讲，发展先进科技，和台湾争做未使欠缺的角色，这才是国防部目前努力的方向。 台美共识都是强化自我防卫能力，美国毋但会协助台湾，同时结合印太周边理念相宛的国家，提升共同合作能力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